編號咧就係呢個1385㗎。咁啊，上海復旦咧最主要咧嘅業務係做一啲專門集成電路啦，我哋叫做 IC 啊，一啲產品，提供一啲測試嘅服務啦，並且從事一啲設計、開發同埋銷售專門嘅一啲嘅 IC 測試啦、軟件同埋一啲產品啦。咁啊製造探測卡啦，同埋提供一啲 IC 技術嘅分析啦，同埋一啲嘅諮詢嘅服務嘅。嗱，咁佢個產品嘅應用範疇咧，其實好廣嘅，去到咧金融啦、社保啦。係一啲叫做網絡通訊啦、家電設備啦、汽車電子啦、工業控制啦、係啲信號嘅處理、數據中心、人工智能咧等等嘅領域咧，都涉及到呢一個嘅叫做 IC 嘅業務㗎。睇翻上海復旦咧，第一季嚟講個營業額嘅業務分類方面啦，咁見到啦，其實個收入方面咧，大約係人民幣嘅7.76億左右啦，咁同比增長到咧超過50%嘅，去到54.5% 左右。咁睇翻點解即係上海復旦第一季嘅業績會錄得一個咁強勁嘅增長咧？最主要咧管理層透露咧就係因為個產品結構優化咗，同埋下游嘅市場咧係個需求咧比較旺盛啊，咁啊訂單增加之餘咧，咁部分一啲產品嘅銷售價格咧同比亦都係上升，導致翻個營業額嘅收入咧係大幅地增加㗎。咁啊最好睇好翻呢一個嘅消息層面方面咧，咁因為咧就上海復旦呢個 IC 嘅行業咧係一個高新嘅科技行業嚟嘅，咁未來咧國家嘅政策方面咧個方向咧亦都係扶持翻呢個行業發展㗎。咁另外咧就呢個上海華領集成電路啦，即係其中一間咧就上海復旦嘅子公司啦，有機會未來咧佢幾個月咧就分拆翻上市啦。不過分拆個上市嘅地點咧就係北京嗰邊新嘅交易所啦。咁同時間有機會咧上海復旦咧就加入呢個港股通嘅名單㗎。咁近期公布業績之後咧個股價咧喺高位大約係25蚊樓上咧就走緊㗎。咁就大約喺21蚊邊嘅時候咧就之前大約指數跌到落去呢一個嘅2萬